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5月18日沙田日馬共7場嘅草地、3場嘅泥地賽事，當日嘅開跑時間係晏晝嘅12:45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至於跑馬仔指數係會電腦分成 A、B、C、D 4個等嘅級別，我沒有級別嘅馬匹代表電腦確定為不確定性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400米，馬膽係6號夢幻禁區，佢呢個布紋孭131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4號領創動力，佢呢個潘明輝孭133磅。第二匹配腳係1號嘉應威風，佢呢個艾少禮孭134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友誼喜悅、3號威力飛彈。第二場5班1200米，馬膽係7號南區王，佢呢個艾少禮孭129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12號着領先，佢呢個巴道孭115磅。第二匹配腳係3號全神貫注，佢呢個周俊樂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逆市奇葩、11號東方寶寶。第三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6號天天灑落，佢呢個潘頓孭126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12號太行美景，佢呢個班德禮孭118磅。第二匹配腳係9號日日獎，佢呢個霍雲星孭123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3號運來勇士、2號贏得自然。第四場4班1800米，馬膽係2號東方飛影，佢呢個潘頓孭132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4號風火行雲，佢呢個布紋孭130磅。第二匹配腳7號風起雲湧，佢呢個艾少禮孭123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長勝將軍、9號旋風傳奇。第五場4班1000米，馬膽係1號中環精英，佢呢個潘頓孭135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3號英雄豪邁，佢呢個霍雲星孭133磅。第二匹配腳2號最好玩，佢呢個周俊樂孭131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4號東方福寶、13號魅力星。第六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標之極光，佢呢個潘頓孭134磅，拖嘅第一匹配腳4號金快飛飛，佢呢個霍雲星孭126磅。10號勁者，佢呢個巴道孭
呢123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花香月明、12號風采人生。第7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蒸蒸日上，配呢個潘頓呢135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2號魅力寶區，配呢個布文呢131磅。第二匹配腳係10號勁先生，配呢個潘明輝呢116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7號實力高、11號朗日自強。第8場4班1400米，馬膽係2號笑喜喜，配呢個潘頓呢135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11號前衛火影，配呢個班德禮呢124磅。第二匹配腳5號飛躍成就，配呢個布文呢128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4號環球英雄、4號川河首區。第9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4號巴基之星，配呢個潘頓呢130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5號何好雲，配呢個霍雲星呢127磅。1號海船星，配呢個巴道呢132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熾烈神驅、8號英勇快車。第10場3班1600米，馬膽係9號時時精準，配呢個潘頓呢128磅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11號鐵金剛，配呢個巴道呢126磅。第二匹配腳7號99為尊，配呢個艾少禮呢130磅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飛輪步、2號大浪淘田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